係啊，主，我哋咧去我哋爭戰嘅兵器唔係屬血氣嘅，係喺你嘅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呢一切嘅營壘啊，主。吓？到我啊？到你啦，到哦你。哦，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堅固嘅營壘。係啊，主，我哋咧係你面前咧，即係有能力嘅，可以攻破一切嘅營壘，我哋不用膽壯。哈利路亞。係啊，我哋喺你面前有能力嘅，係有能力嘅，係有能力嘅。係啊，主，我哋喺你面前係有能力嘅，係可以咧攻破一切營壘。敵人嚟到面前，我哋可以能夠攻破。Amen，係啊，可以攻破呢個營壘，係可以攻破呢個營壘，係可以攻破呢個營壘。係啊，好，主，就咁完。多謝你。